唔知道大家鍾唔鍾意睇動物紀錄片呢？睇到獅子嘅時候，會唔會有個疑問？點解獅子會有一圈毛圍住條頸嘅呢？但係其他貓科動物又冇嘅喎。又或者喺夏天嘅時候，成日俾最討人厭嘅蚊針，但原來有一個地方係完全冇蚊嘅喎。你又係咪好想即刻搬過去呢？其實動物世界仲有好多你估唔到嘅冷知識。除咗頭先講嗰啲，仲有貓頭鷹同鷹嘅愛恨情仇，同埋我哋成日食嘅蟹到底有幾多隻腳呢？歡迎返嚟廢噏營火會，今次同大家講下7個有趣嘅動物冷知識。獅子係貓科動物入邊唯一嘅異類啊！其實雄獅頸上嘅毛叫鬃毛，係其他貓科動物冇嘅。至於原因就同佢哋住嘅環境同埋習性有關。獅子主要生活喺大草原同沙漠，環境苛陽，所以危機四伏，而且又冇得匿。再加上獵物都唔係人噉品啊，隨時一個反殺就係咁先啊，同埋競爭對手都好多。所以獅子慢慢演化成為群居動物，而且有住明確嘅分工。雌性嘅獅子負責群體打獵，而雄性嘅獅子就負責巡邏地盤同保護幼獅。雄獅嘅鬃毛唔好以為係得個睇字，其實喺戰鬥同求偶都有好大嘅作用。濃密嘅鬃毛可以令到身形睇落比實際更加大隻，可以威嚇到敵人。同時頸作為生物嘅重要部位，鬃毛可以保護頸部，減少喺衝突嘅時候頸部受到傷害嘅機會。另外，鬃毛嘅顏色同長度都反映住獅子嘅健康程度。深色又濃密又長嘅雄獅往往都係比較強壯，而且有較強嘅戰鬥力。雌獅都會傾向揀呢啲雄獅嚟交配嘅。每逢夏天，相信大家都一定好討厭被蚊針，但原來有一個國家係世界唯一冇蚊嘅國家，就係冰島啦。點解得冰島會冇蚊呢？咁就要講下蚊嘅習性先啦。大家有冇發覺一過完個夏天就突然間冇晒蚊咁？冇錯啦，蚊係怕凍嘅。一般蚊嘅生命週期都係根據溫度而變化。以霉斑蚊為例，喺攝氏20度以下需要14日嚟完成卵至蛹嘅發育，但喺攝氏25度以上就只需要10日就可以發育成蟲。所以夏天同熱帶國家係特別多蚊嘅。冰島位於北大西洋嘅北歐島國，當地嘅水體有兩個極端嘅情況，一係熱池，高溫同埋當中嘅化學成分係不利於蚊嘅繁殖嘅；一係水源就係經常重複結冰解凍再結冰嘅循環，喺幼蟲發育完成之前就已經凍死咗啦。再加上冰島係四面環海嘅，造成咗地理嘅隔絕，令到其他地方嘅蚊係好難飛到入去嘅。不過喺2025年尾有個昆蟲愛好者喺冰島發現咗3隻環帶蛹蚊。學者估計可能係跟住貨船偷渡入境，但係暫時未有證據顯示佢哋可以形成到族群。但係其實隨住全球暖化，冰島未來都有機會慢慢變成適合蚊生存同繁殖，到時呢個無蚊之國就可能會淪陷啦。每年9到11月都係大閘蟹當造嘅季節，唔知道大家又鍾唔鍾意食呢？啲人話食大閘蟹係要食佢嘅膏。如果你知道蟹膏或者蟹黃係咩嚟嘅，下邊留言話我知啊。但係咁你哋又知唔知道每食一隻蟹，呢個世界就冇咗幾多隻蟹腳呢？答案係10隻。蟹係屬於十足目嘅節肢動物。除咗用嚟行路同游水個8隻腳之外，嗰2隻大鉗其實都係由腳特化而成嘅，叫做澳足，主要係用嚟夾碎食物、防禦同埋求偶嘅。喺生物學上面，手嘅定義係鏡像對稱，而且手指係可以獨立活動、爪握同埋精細操控物件，係靈長類獨有嘅器官嚟嘅。所以蟹其實係冇手嘅，係得腳㗎咋。貓頭鷹對我哋嚟講好似好熟悉，但又好似好陌生咁。
喺現實你未必咁容易會見到，但佢哋又會成日出現喺唔同嘅童話故事同埋小說入邊。貓頭鷹睇落呆下咁，但其實佢同鷹啊、游隼啊一樣都係猛禽嚟。貓頭鷹嘅祖先咧原本都係日行性嘅猛禽嚟嘅，叫做日行中生猛梟。但因為食性比較單一啊，主要都係食老鼠，變相同其他猛禽咧高度重疊咗，競爭非常之激烈，最終變成咗黑旋風忍者。最終慢慢演化成夜行性嚟避開競爭。雖然夜行性動物嘅夜視能力都唔錯，但其實要有月光嘅時候先會比較睇得清楚，所以咧多數都係靠聽覺為主嘅。而貓頭鷹咧就演化到飛嘅時候係幾乎冇聲嘅。對於主要靠視覺嘅鷹嚟講咧，貓頭鷹喺夜晚嘅突襲咧就會變得更加恐怖啊！呢個都係坊間流傳嘅貓頭鷹為咗報復而襲擊鷹巢嘅原因。不過暫時未有科學證據證明呢件事，可能只係人類將猛禽互相捕食嘅行為故事化咗啫。喺人類嘅歷史上，估計馴化過上千種嘅動物，但係真正馴化成功到嘅大概得40種啫。當中包括狗、豬、牛、羊、雞、鴨、鵝、馬、驢、駱駝、羊駝、馴鹿、蜜蜂、蠶、鴿、雪貂、火雞、金魚、兔、錦鯉、鵪鶉、鸚鵡、金絲雀、文雀、老鼠、倉鼠、游鼠、粟米蛇等等。而現代狗至少被人類馴化過2次，分別喺西歐同埋亞洲。眾所周知，狗係由狼馴化而嚟嘅。最早嘅馴化紀錄大約喺3.3萬至3.6萬年前嘅比利時同阿爾泰山，但中間唔知咩原因中斷咗，而且冇留低任何古代狗嘅基因，直到1.1萬至1.6萬年前。喺西歐同亞洲都同時出現馴化狗嘅記錄，就係我哋而家寵物狗嘅祖先啦。嚟到現代，狗再被人工選育至上百種啊，每一種都有特定嘅功能，可以輔助人類嘅工作同生活。咦，咁貓呢？由於貓嘅馴化歷史相對比較特別，所以就留待下回分解啦。想知嘅話，記得 follow 呢個 channel 啦。大家喺睇野生動物嘅時候，可能都會有留意到河馬，唔係呢隻，係呢隻先啦。河馬身上有一啲粉紅色嘅小水珠，有人會以為係血，但其實唔係。有人話係汗，但亦都唔係汗喎。其實係含有紅色色素嘅河馬汗酸同埋橙色色素嘅去甲河馬汗酸嘅皮膚分泌物。呢種皮膚分泌物喺接觸到空氣之後就會氧化，然後就會變成粉紅色。其實佢係同時有防曬同保濕同埋抗菌嘅功能嘅，係河馬嘅天然神仙水啊！一般我哋見到狗屙尿都係公狗會遞起隻腳，而狗乸係踎低嘅。咦？但你又知唔知道原來狗乸都會遞起隻腳屙尿呢？尿液入邊含有化學信息、荷爾蒙同費洛蒙，動物會用尿液劃地盤嚟宣示主權，同時亦都可以吸引異性、傳遞健康同情緒等等嘅信息。尿屙得越高，氣味就會傳得越遠，停留得越耐嘅。順帶一提啲狗互相聞嘅屎忽其實都係一樣嘅，透過當中嘅化學信息嚟互相認識。雖然狗係群居動物，但其實本身冇絕對嘅父系或者母系社會嘅，而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嘅階級制度，所以狗乸都係可以做大佬嘅。以前讀大學嗰陣學校入邊有2隻生活咗超過10年嘅流浪狗乸喺度。有一次見到年紀比較大嗰隻遞起隻腳屙尿，就好疑惑啦。相信大家同我都一樣認為公狗先會遞起隻腳屙尿啦。但後尾去問流浪動物學會嘅師兄師姐，先知原來如果隻狗乸係嗰個地盤嘅大佬，或者佢想做大佬，都有機會係遞起隻腳嚟屙尿嚟宣示主權嘅。而根據研究顯示係會有大約30%嘅狗乸因為唔同嘅原因而遞起隻腳屙尿嘅。
以上就係今期嘅動物冷知識啦，你又覺得有幾趣呢？其實動物仲有好多有趣嘅故事同埋冷知識，如果你都中意呢類題材嘅話，不妨 like 同訂閱埋我個 channel。我哋下個螢火會再見，拜。